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伯记第12章，约伯因说法讲：有影，恁真正是牛人，恁死，智慧嘛甲恁做伙死。我甲恁共款话晓想，我无较输恁。恁讲遮个代志，啥人毋知？我求叫上帝，伊有应我，毋过我受同伴讥刺，正直无通指责的人，嘛会受人讥刺。生活好价的人，铁笑受到灾难的人，灾祸底长等人跋倒失败。强盗会假兴旺，惹上帝受气的人平安无事，因倚靠的是家己的气力。去问走兽，伊会教你；去问空中的飞鸟，因会甲你讲；去问地上的树木，因会教你；海中的鱼嘛会甲你说明。这一切因拢知，是上主的手所做。一切动物的性命，甲所有人类的活命，拢伫伊手内。咱用耳孔听话，用舌试滋味。年岁济个有智慧，岁数长个有见识。智慧甲能力拢在伫上帝，伊有计策甲见识。伊拆毁个人袂当搁起造，伊关禁个人袂当搁透放。伊无落雨，地就旷旱；伊落雨，水就泛滥。权能甲智慧拢在伫伊，受迷惑甲迷惑人个嘛拢属伫伊。伊互参谋受掠，饕餮示众，互审判官变做戆人。伊解除君王的权力，用腰带甲因绑起来。伊互祭司受掠，饕餮示众，搁推翻有权力的人。伊禁止有地位的人讲话，抢夺长老的裁决权。伊互贵族受凌辱，解除权力者的权柄。伊对黑暗显示恶弊，对死荫发出光明。伊互国家兴旺，嘛甲伊毁灭；伊互国家扩展，嘛互伊衰微。伊互人民的领袖失去见识，互因伫旷野漂流，行无路。因无光伫黑暗中蒙来蒙去，伊互因亲像酒醉的人，颠来颠去。